落户新疆分到的房子是送给你的吗？答案不是，是免费让你用3年，3年之后可以选择买，可以选择租。一个人落户新疆能分到土地吗？答案是不能的。落户新疆3个人才能给予一个职工身份，一个职工身份才会有1份地，在我们这边1份地是40亩。新疆就是适合单身的，或者是结婚的，但是在内地奋斗这些年，还是算是一无所有的吧。这样的人你可以来，因为新疆可以给你提供这房子、土地，让你有就业、创业的机会。再适合家里孩子多的这样的，因为咱这15年义务教育，上学都免费，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可以免费上的，不像内地还得考还得花钱，这样的会省下一大笔开销。新疆落户，好邻居、好兄弟们，过新年了，啥也不整，就是吃肉，羊肉、猪肉、牛肉、鸡肉。